好，咁呢條片咧會同大家簡介下楚辭嘅背景同埋佢嘅一啲文體特色嘅，咁大家可以打開課本嘅第35頁。咁啊，楚辭係咩嚟嘅咧？楚辭係一種詩歌嘅題材嚟嘅。咁啊，上次係兼加答呢個預習工作紙咧，大家好多都答錯咗。咁其實我哋呢度記翻就係楚辭佢本身都係一種詩歌嘅題材嚟嘅。咁佢就產生，即係佢係喺戰國時代嘅楚國一帶咧又出現嘅。咁佢係屬於南方詩歌嘅代表。咁啊，大家即係可以好粗略咁樣去分呢，即係去分嘅話呢，其實可以咁樣理解。詩經咧係代表住北方文學，而南方文學嘅詩歌代表咧就係楚辭。咁咧佢嘅句式咧就長短不一，而且係參差錯落。呢本書點嚟嘅咧？就係嚟自於西漢末年，劉向咧就將屈原同埋宋玉等等嘅人嘅作品，以及漢人嘅仿作咧就編輯成書。咁呢部書咧就叫《楚辭》，因為佢喺楚地出現啊嘛。咁所以咧我哋就叫佢做《楚辭》。咁啊，劉向係邊個咧？劉向咧其實係西漢宗室嚟嘅，即係都係啲皇室嘅成員咁樣。咁啊，《楚辭》咧係繼《詩經》之後嘅中國第二部詩歌總集。咁呢一度值得講一講嘅，點解係第二部咧？點解唔會係同時間出現，或者點解《詩經》一定係發展得早過《楚辭》咧？咁其實係嚟自於中國即係中原文化嘅嗰個發展次序影響嘅。喺中國歷史上咧，文化嘅發展、文明嘅發展啦，係其實係喺黃河流域一帶咧先發展嘅。咁係要由黃河一帶、黃河流域一帶嘅文化文明發展咗之後咧，咁先至會落到去長江文化嘅。咁啊，我哋要咁啱好亦都知道啦，就係黃河一帶嘅國家、黃河一帶嘅部落咧，咁佢哋就將佢哋啲詩歌輯錄，咁啊變咗做詩經。咁所以咧，因為黃河流域嘅文化發展得早，咁所以咧詩經就出現得早。長江流域嘅文化咧係後來先發展嘅，咁所以點解咧楚辭咧係發展得比詩經咧就嚟得更加後？第二啦，就係因為楚辭咧，佢自己本身咧都係受到中原文化嘅影響啊，所以咧佢某啲地方啊、某啲嘅句式啊、某啲嘅特色都係同詩經咧係有啲相近嘅。OK，咁我哋咧就知道啊，點解佢會係第二部嘅詩歌總集咧？其實就係主要係有呢啲原因。其實好多時都取決於佢嘅文化發展嘅次序嘅。咁如果佢係文化發展得比較遲嘅時候，咁佢自然出現嘅時間咧都會比較慢啦。咁樣 OK，咁啊，大家知道個背景啦。咁一落到去藝術特色嗰度啦，藝術特色咧其實可以從幾個向度去講。首先講下個形式先，形式咧。我哋要知道佢篇幅結構啦。篇幅結構嚟講咧，佢嘅篇幅長短不一，而且結構咧好獨特嘅。舉個例，禮雲呢一首詩，佢只得5句，但係離騷咧有成370幾句嘅。咁依家你哋可以攞你哋文禮5篇出嚟睇睇。嗱，你見到我禮雲呢一度嗰個選段，即係禮雲嘅呢一首詩歌咧，5句就完㗎啦，係咪啊？呢一度得5句嘅啫。咁但係咧離騷咧總共有成370句，你見到我都唔會即係成篇離騷 cap 出嚟俾你哋睇嘅，我淨係 cap 其中一段，咁其中一段都已經咁長啦。咁所以你見得到呢，《詩經》呢一部書入面，同一部書，但係佢哋唔同嘅詩歌，佢哋之間嘅嗰個篇幅結構呢個差異係可以好大嘅。咁樣嘅篇幅嘅增加同埋長略係有啲乜好處呢？其實就係有兩方面好處啦。第一就係便於故事性嘅描述，第二咧就係抒發內心嘅複雜思緒。因為佢唔會有限制你幾多句一定要講完個故事，咁變到其實就係你可以隨緣你自己嘅心情、你自己嘅感受咁樣去講你要表達嘅故事，咁係比較自由嘅。此外啦，楚辭嘅作品呢，多數都會喺個篇末嗰度加一個亂詞。OK， 亂詞呢一度咧打粒星喺度，亂詞圈起佢打粒星，咁咧就稱亂約或者歌約。咁呢度亂咧唔係指混亂嘅意思，而係指成篇文章嘅結尾段。咁就好似你哋作文咧會寫個立意段咁樣嘅，咁有個結尾咁樣做一個收尾。例如話啦，我哋之後會讀嘅涉江，
或者係哀影等等。嗱，我哋可以睇下第3篇呢個哀影，你見到嘛？呢一度有個亂約，亂約係咩意思呢？其實亂約呢，就係用嚟總結全文要旨嘅一個詞語。OK， 咁啊亂約，咁呢個我哋就叫亂詞。咁係用嚟做啲咩嘅呢？就係用嚟發表議論、總結詩歌入面嘅旨意。OK，咁啊就係指樂曲嘅結尾。咁呢個係第一個嘅特色，就係個篇幅結構。第二啦，就係嗰個句式咧係非常之參差嘅，以參差嘅句式去表達感情啊。短咧就可以短到係2、3言嘅句子，長咧係10數言，但係咧主要都係以4、5、6言句式為主嘅。例如話啦，我哋之後要學嘅涉江。咁咧佢前半咧都係以6、7言為主啦，兼有8、9言嘅長句，末句咧就以4言為主，雜以5、6言句。咁啊，就算我哋話啦，離騷咧都大量使用參差不齊嘅句式，咁我哋叫呢啲句式咧就做騷體。尤其係騷體，我哋咧可以圈起佢騷體。咁有冇例子咧？我哋可以睇下啲例子，例如話離騷，離騷咧我可以見得到，佢第一句咧，唔係佢頭兩行咧。佢頭兩句啊，其實用咗7言句式啊嘛，因為佢嗰一句裏面有7隻字。咁但係下面咧又話風一轉，轉咗做6言句咯，係嘛？咁所以你見得到咧喺楚辭入面啊，佢啲句式咧係參差不齊嘅，可以係有時候用7言，下一句又用6言咁樣，咁其實好自由嘅。咁呢個係第二個特色。第3個特色咧就係佢常用對偶句啦。OK， 常用對偶句。例如涉江裏面有一句係咁講嘅：與天地諧同壽，與日月諧齊光。佢呢一度呢，你要見到佢係天地對日月，同壽對齊光。咁你又見得到佢呢一度會常用啲對偶句啦。咁有啲咩好處呢？個好處呢，就係用嚟流露出典雅嘅詩意，同埋令到嗰個句式咧更加整齊嘅。提高咗作品嘅便利性。咩叫便利呢？呢個字可能大家比較係陌生嘅。咁呢，其實佢就係指對偶、工整嘅意思。遲啲呢，我哋學到魏晉六朝嘅文章呢，我哋會學到一個即係學到一類嘅文體叫駢文。咁不過呢，呢個我哋呢遲啲會再學嘅，得唔得？咁呢個就係佢第3個嘅特色啦，常用對偶句。第4句啦，就係押韻嘅形式多樣。嗱，押韻形式多樣啊，佢嘅作品可以隨時轉韻啦，即係可以隨時用唔同嘅韻腳啦嚇。我哋學兼家嘅時候咧，都學咗好多嘅，即係佢押韻嘅地方。咁呢度唔再重複。咁啊，有啲詩歌咧係會句句押韻嘅，例如話係國殤，有啲係隔句押韻，例如話哀影，亦都有啲係自由押韻，好似離騷咁樣。咁你哋咧詳細可以自己睇翻呢一個篇章。咁就可以揾翻佢嗰啲押韻嘅句子啊、押韻嘅尾句咁樣。咁啊留意翻呢，佢哋即係上一次我哋兼家都教過啦。咁因為古代人佢哋讀嘅字音可以係受到呢一個上古漢語嘅影響，又或者可能係地域唔同，發音嘅嗰個方式咧都會有唔同嘅。咁呢一度大家解讀嘅時候，如果有困難嘅話咧，就話翻俾我聽咁樣，咁我就可以同大家